长春诗歌后壁面31首吼，求主教我做清气的心吼，求上帝帮助咱啦吼，咱日日的生活甲服侍顶面拢需要一个清气的心吼，互咱当头甲耶稣基督甲咱的上帝见面的中间，咱的心会当得到清气吼。嘛，求上帝圣神帮助咱有一个换心正直的心，吼，安尼咱透我当通。面顶上来哈。顶面31，嘿。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唔通放撒我，互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信心。互我个体研究阮的快乐，互我心甘心来顺服。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唔通放撒我，互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互我个体研究阮的快乐。互我心甘心来顺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圣神的引出的中间，互咱的心有清气的心，互咱伫主甲主亲近的时，咱的心会当拿来拿亲近上帝。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头前的时，互阮会当搁一摆体验到主你救恩的快乐，互阮的生命会当搁一摆甘心乐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服侍主、服侍人。求上帝你赐互阮，伫今仔日三角亲近主你的时，阮会当通过你的话语来经验到主你美好的稳定甲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咱再来看另外一条吼，头前
24页，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每一摆吼，后壁面的24首，咱听主的话，看主的话，是要会当得到智慧的心。咱嘛着伫伊的教会来建立一群勇壮的儿女，嘛有用咱的生命来去传扬福音的一间教会。每一个信徒拢着用咱的生命来荣耀主上帝吼。咱做伙用这首诗歌吼。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热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可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互我靠你来建构。这做下日你的基体，你圣行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一群充满热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可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大叫教会，大叫教会，互阮靠你来建构。这做下日你的基体，你圣行的国度。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大叫教会，互阮靠你来建构。这做下日你的基体，你圣行的国度。好，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站吼。看呐，哦，背景。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其实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吼，咱拢在学习，无论是家庭、生活，咱若看到囝儿吼，哪来哪勇壮吼，恁会安怎？你会欢喜袂？欢喜吼。所以咱做信主的人，咱其实嘛着爱有这种精神吼。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无论咱的职场做啥物工课，咱拢着有这种心志。为着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来为主来做美好的干净吼。咱做伙来看《使徒行传》吼第2章，咱今日来看对40节吼，咱对40节搁来复一下吼，然后看到47节就好。这段圣经章吼，会当讲是咱拢非常熟非常简单，但总是伊内底嘛讲到真侪。有关伫咱即马教会即个初代教会初期的教会的形态啦吼所以咱会当做伙来了解到底迄当时甲咱即马的时代，咱的教会敢是有嘛安尼无到底有啥物款咱会当来学习吼？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吼。好，我们一起来看40节，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来蛋姐哈，我听 OK 吗 ？OK 哈，来40节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和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主神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咱这对彼得的讲道开始，拢咧讲起耶稣，因所迫害的耶稣是毋是真实的？所以对于搁活，然后上天，然后圣神亲自伫因遮的人的中间显明，互因感受到，让他们感受到上帝是爱他们的。而且是真实的，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40节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嘛，有没有说什么？你们当救自己，当救，因为我们从37节，我们再看一下37节您看一下37节有人甲因是不是问彼得？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嘛，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什么？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我们要怎么做啊？后来彼得在38节就说：你们要悔改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以赦免，教他们方法。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得救？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说。那后来呢？彼得40节他用了许多话再次做见证咱要讲行洗礼讲你爱受洗礼，受洗咱嘛得爱做见证。一间教会，若是讲咱有人要洗礼，但是伊要洗礼，伊的生命无见证。譬如讲，有人来到牧师的面头，就讲伊要洗礼我一定会跟伊分享我家己真做牧师，我真做谁会真做基督徒，我会跟伊分享我的经历，互伊知影讲，伊要洗礼是更确信。所以彼得用很多做见证，很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恁今麦要洗礼，其实是你是在救你自己，不是在配合，不是在配合我。了解吧？不是在配合教会，配合这个活动有受洗的活动，这个有什么呼召啦？不是这个啦。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你洗礼是会当救你自己，这是互你的生命会当定心去认捌到这位上帝是救人的上帝。所以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嘛，对不对？那一天门徒约添加了3000人。我跟你讲这是做大胖的人因这胖人军队伫彼得边啊，因特别印证到底过去所军队这耶稣走去倒位啊？到底是真呀假？恁这门徒到底领受了什么东西？当他们发现说，哇，彼得讲的这些正道，讲了这篇大道理，讲道之后，他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救。所以3000多个人，那不是小数目。所以呢，他们都开始学习，注意42节开始，他们就开始了，就自动自发的开始在生活当中，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行动了。他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42节，是都恒心什么叫都？全部的人不是部分的人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说，按照使徒所教导的，他们是都恒心的，是持续的。所以在我们的信徒当中，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没有都如此？有没有恒心啊？我们同工大家都需要这样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而且是互相交接。咱这有当时教会有当时有人讲即摆伊这年主教要退任嘛我时间到你去我无多你去问别人，没有交接的啦，这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要把上帝给你的生命的经历跟感动，你要把它牢记在你心里面。
然后把这个好的一面，把需要学习的出信者或信徒，我们有责任要把它怎么样教会啊？你爱改啦，爱改分享啦，所以爱高接，然后背饼，背饼是啥？背饼因为东西是的力量，亲像耶稣，所以他们在剥饼的时候，他们在纪念，在回想，在想耶稣他怎么样跟我们说的话，所以他们是在剥饼当中，在祷告当中去回想主的话、主的教导，所以你看哦，这是3000多人哦，你要了解哦，3000几个人对伫比这个边啊，这是什么情景？对不对？应该让我们这看过哦，是不是？对哦，是哦。他们家庭的人是所有人都会跟去吗？没有。所以他们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抛家弃子的，怎么样去跟随着门徒哦，然后去听了一篇讲道，说我也要受洗了。所以我们要想象这个情境哦，众人都惧怕，他们为什么惧怕？他们是惧怕的是哇，好像没这么做不行，然后怎么样？这个使徒行了很多奇事神迹嘛，对不对？信的人都在一处，而且凡物公用哦。你要想象一种情景哦，有做星球去卖共产，我带给你解说这其实跟共产主义无同哦，有差别的哦，有差别哦凡物公用啊，这就是共产制度但实际上不是好，我们一起先把它看完了好，所以呢，并且都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前面在42节说彼此交接，这里彼此原文的意思叫分享，这是一种分享，而且是同伴，同伴，大家一起分享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信44节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因为呢，这些人他们是领受了什么概念？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3000多个人，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共用的？你想看我可怜，给某书挡车重车会不会随便就分享给大家？你想骑我就让你骑，不会吗？你的车子、你的东西，你会随便就给人家用吗？不会。可是你想象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领受了第几节40节彼得所说的那一句话，勉励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意思就是讲，在世间上，咱都领受着足侪观念思想，咱为什么无法当做到？为什么？因为这物件是我的啊，对吧？我讲那一谈没分享，我们的思维是这样，可是他们的领受是领受了彼得所说的：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他们可以领受到说：为什么我的东西不能够分享？是可以分享，可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世代的基督徒是有太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属于这个世代所给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愿意放弃，也不愿意去割舍。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重点不是卖掉而已他们会照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光这一点就跟共产制度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共产制度他们有福利吗？他们的人民有福利吗？没有，他们是无谓的把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所得，就像我们纳税人一样，纳税给政府。可是政府在做什么？他们不会让人民知道人民不会跟政府不会跟人民分享共享所以呢，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跟共产制度是不太一样的然后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做什么事？他们都在店里面一起分享这种情境真的很难想象不容易想象，对不对？天天天天同心合意所以光这一点我就在想说，我们教会是不是要？为什么有些教会复兴的教会，他们是
教会时常都是开放的，而且教会每天都要让他有事情做的，有这种概念的。教会不能说刚刚礼拜六、礼拜日在开的啦，其实教会是当天都开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天从这个我们这些国中生青年来真的子安应该体会很深大概他下午像今天就来了2批的第一批是3个，另外一批呢是幼语今天又带了3位朋友，2位是他同学，1位是他学弟，很有趣所以我觉得真的每天都在带人来，然后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看的圣经节一样他们来的时候说牧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房屋公用说那边有糖果，那边有饼，你们可以拿去吃。所以我觉得教会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要让他，其实我们的信徒也要教导这种概念。信徒为什么不来教会？因为我们长子同工不会想要邀请大家因为我们认为教会管理好可以正常运行就好了。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它是一个会有时常就会来教会做什么祷告，而且会分享。但是这个在都市型的教会真的很难做到。我们算是半都市型，还不是完全都市型，但是也有都市型的文化在。好，因为毕竟我们这附近的人，包括我们的信徒本身，都是居住在都市区的环境。那特别在乡下的教会就不是这样。乡下的教会你会发现，乡下的教会时常都会有人跑去教会，他们很喜欢，因为他们平时都没事嘛，就是散步也会走到教会就走进去了。好，所以这是真的不太一样风格不太一样，文化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其实待会牧师会跟大家来分享，里面就是初期教会他们有的特质，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学习参考了好，然后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这个擘饼就比较一般啦，就比较一般的普通进食，就跟纪念就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在家中擘饼嘛，对不对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家人有没有这种关系？你们家人有没有这种关系？还是虽然讲帮助好进来叫爸爸妈妈吃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我妈妈我好饿我刚刚请假没菜，你爸爸没礼拜没菜。我觉得这种观念我现在就学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不太一样，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家人都还要请儿子去买。现在承恩是不是你们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一起共享？家庭的关系一定要学习共享，一起共享这个很重要，一起共识，其实这个一种学习好，那当然啦，有一些另当别论，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工作，有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会另当别论好，所以呢，他这里说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怎么样？注意后面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上帝为什么会把天天将人加给他们？就是前面的条件都要符合了。如果你的教会要真实的领受到上帝将人天天加给你，教会就一定要有前面这几个特质。好，这边我牧师先带大家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希伯来书第10章第25到26。为什么教会初期教会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时常聚集在一起？我觉得教会一定要有这种概念跟真理。我们自己做同工的一定要改变这个理念。教会除了休假牧者休假日，我觉得这个都 OK， 我们那一天是可以不用。但是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善加运用教会的空间。好，我们一起来看第10章的25节到26节。来，你们翻到了吗？好，希伯来书第10章25到26，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被
这个被拯救、被救赎的生命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聚集在上帝的殿，我们都在聚会，可是突然间疫情来了，现在好像看直播比较安全，对不对？我跟你讲，有哦，牧师去了解到一间教会大教会从平均280个人，现在他们平均是120几个人。安内是，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一群信徒，他们是真的已经因为疫情而成为了什么？成为这个停止聚会惯了的人，他们已经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劝勉，知道日子临近了，这个末世世代的一些征兆，我们都看得感觉像啊，很多人都感觉不太一样，跟以前世代不一样，我们就应当知道这个真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所以，假如说你不是不得已的，你还是偏偏都想要在家里然后你也不想要去教会亲近神，甚至你在家里你也没有好好跟上帝亲近，反正你觉得说哇真好，现在疫情我都不用奉献了，在家里真好。真的一定有啊，一定有。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信徒一定要时常聚集在一起。所以呢，为什么牧师才会说，有些时候其实我们的小组除了我们现在像重兄小组啦，或者是修真小组，其实我们现在教会还有礼拜五幸福共读小组，我觉得很好，因为开始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多一点同工，我们能够在周间善加运用。所以其实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的小组，我们也可以去传递这个讯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礼拜天小组的时间，把它换到什么周间来，对不对？我们要多一点在教会周间，你知道周间的小组聚会跟礼拜天的小组聚会会感觉不太一样。你一定会感觉礼拜天的小组聚会比较放不开，较赶，对吧？你周间你看无用刷，可以让他来教会一下较新今晚有直播，我就卖讲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啦好，那另外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什么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那其实凡物公用在当时候意思就是说信徒他们是自动自发的，因此自动自发的在生活当中，把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的，我就提供，然后帮助他。譬如讲，你欠这个我拄好，我有事，我有我欠你分享，这种的关系。但是呢，这种教会生活方式呢，它有它的特殊的背景时代背景因为迄当时你看因行去到一个空旷的所在。因要个倒转去厝里，个宽租家还是不可能，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当下，必须要互相，可能有一群人就已经在准备了，时间差不多，他们就在准备了之类的。但是呢，这种凡物公用，其实在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只有实行了一段时间而已，并没有很长，所以后来并没有完全的被采用这咱来了解因为呢后来因为那安尼落去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社会问题，因为大家拢无要讨债，大家拢要准备人施舍反正我有需要，你来我斗相共，爱好起来，然后可能变善所以呢，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在当时候实行这个凡物公用的制度，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牧师先跟大家讲就是说，第一个，许多的信徒他们需要被教会接待了，这是信徒嘛。对吧？教会圣殿因会去接待，接待这些拢是属地人民，嘛是信徒，然后像即马这拜拜因咧游行迄啥？毋是因无去到因无安尼行妈祖出巡安尼有无？行去到一个所在，对，对。这是一个原因，凡物公用。另外一个就是我头拄所讲的，因为在当时候，他们有一群人，因为领受了叫做我们刚刚讲的，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想看吗？
哇，这是你原先是为着这世间那里赚钱乐咯，突然间接受了这个讯息，哇，这么好，我要放下所有的这一些世上的一切东西了，我就要来怎么样，过一个新的团体生活。所以这是凡物公用会产生，大家了解吧？就是因为有这群有这的人三星，所以必须会要有凡物公用的这样的理念。好，大家了解哈。另外几种呢，因为他们是沉浸在主的爱里面，他们是真实的在彼此相爱。注意哦，这是比较单纯一点，真的是比较蛮不错的一个概念。好，因为他们领受到主的爱，所以他们开始转化为彼此相爱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原先是不会彼此相爱的，你是你，我是我。但是突然间，他领受到这个福音以后，他发现我需要去关心我身边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用凡物公用的方式来彼此关心，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概念哈，这个教会也是需要有了哈。另外一种，他们误以为主耶稣即将要到来，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哦，对不对？哦，因为使徒都行神迹奇事啊，有没有？还有圣灵的火焰啊，哦，大家两个取用有没有变得做奇怪啊？所以当时候他们也会想说，主耶稣可能即将要到来哦。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财物啊，他们对自己的财物拥有的概念就怎么样？看轻去啊，因为感觉讲无必要，我无必要搞我这钱吼，安尼看甲这重啊啦，吼，反正拢给出来啊，哦，这嘛是有啦吼。所以呢，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实行这个方式呢，牧师要再次来解释，就是说他们不是共产的方式哈。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讲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候凡物公用，有一段圣经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9到17节。我觉得这一段话最能够让这一些刚接触福音的人。刚接触圣灵感动的人，他会体会到如何为了主而奉献了一切，而放弃了一切，这是有可能的哈。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有没有？要常嘛？你想看嘛？在跟随的信徒哦、信众哦，他们以前有没有常常跟随啊？有没有？应该没有吧？以前没有嘛，可是突然间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们会不会想要常常跟随？会了，好。然后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一样，好，常在他的爱里面。所以他们会开始学习像主耶稣一样，会不会四处传福音哦？会开始去传道咯，放下一切哦，好。然后呢，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看，你今晚看这，你今晚看这段，你来想象我等他都要讲那个情境哦，那一群人哦，你是属于那一群人哦。好，所以呢，当他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们会不会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会不会？贝拉，你现在在想象感觉好像有点难嘞，是不是？可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哦。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哦。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看，这有这好的福音。我放了所有的我军队上帝上帝个安怎会赏赐我袂嘛会啊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哇，你看最好这股彼此相爱。对了，我就这样去爱别人吧，奉献了我所有的，可不可行啊？可行的这里搞。所以你得让了解啊，牧者就是咧做这种工作啊。真的啊，我是想讲，你们我常常啦，等去厝里吼，牧师妈常常拢会讲一句话，伊讲恁爸爸的技术足好，恁爸爸这头壳吼真正足好，恁兄哥甲恁吼，恁拢对袂着。但是伊咧表达是啥？我的牧师讲年老啊，他的技术、他的能力已经慢慢没有人可以传承了。所以放下的一切，你必须要付上的是什么？你要去思考呢。牧师要做这个抉择，当时候牧师公，我被改讲，我要跟他讲说，爸爸，我要去读新郎医，这很挣扎的，那就是这种心情了。你要放下一切，而且我是一个很想要赚钱的人。如果我不当牧师，我应该很会赚钱。我承认。真的啊，好像牧师。我买机车，每一台换的机车我都赚了，我一定会思考很多问题啊。好，教会我们在牧养教会、带领教会，牧师也都会想很多，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会损失什么？如果我们怎么做，我们才会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上帝很恩典，因为上帝教导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无论向父求什么，其实我觉得重点是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我就了解到，上帝不是要我的智慧只有像我爸爸一样可以赚钱，上帝希望我可以做更不一样的事。所以我记得牧师在小时候，我在每次国小就跟着爸爸去摸那些黑手的机器人，砰砰砰，然后我就看到就说好无聊哦，他也不会跟我讲话，可是我又很想要跟人家讲话啊。牧师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有心理上好像有忧郁症一样，因为不讲话就很痛苦，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说神啊，你要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未来我要干嘛。所以我觉得神就这样一路一路带领我。从台中车祸，最后回来台南，然后从大教会到了我们的教会，然后从没有到有，所以上帝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真的是丰盛恩典的上帝。所以呢，在我们的理念当中，其实这一群人他们房屋公用的概念有没有可能？懂了吗？他们领受到这个耶稣。对，领受到的感动，对，一定会这样子。然后，你咱这摆这个世代，因为我们是属于安逸的世代，所以大家较平平配，你知道吗？对。你嘛免共用，你大家有假。没够，但是真的还有很多需要的人哦。好，虽然我们不用共，所以我是觉得牧师一直在祷告当中说主啊，让我看到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去祝福他生命的教会，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有，真的上帝很恩待我们大桥教会。好，这个礼拜，好，那个我的同学新竹的那个朱牧师，他打电话问说啊，我们的那一些奉献捐献证明怎么样？我就说那个我们会寄过去，然后他就说啊，你们教会现在这个募款状况还差多少钱？我就跟他报告，他说这样哦啊，我跟你说，你打电话，我跟我弟弟讲，他弟弟在高雄的大林教会，他是高雄的议长，现在高雄中会现在的今年的议长，好，大林教会我已经跟他讲完，接下来牧师就发个公文过去，我们先去跟他接触，下次我就见到他，我也会想到牧师，麻烦我看怎么样让我们在高雄中会。开始募款，好，所以我觉得上帝已经在带领，就透过我这个同学，然后我们去新竹跑一趟很远。当时候也有人说啊，你们跑这一趟跑去新竹，符合吗？那个投资报酬率够吗？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去分享见证上帝的爱。何伟，我干嘛住？我记得上次我们去新竹那一趟，
有一个姐妹，她是说牧师，这一笔钱我记得好像20万还多少万吧？好，20万了。她说牧师，因为这个她借给那一个人啊，但是她都一直没有跟我讲，我是借给她的，可是她没有跟我回复。我打算把她先借给教会。后来当我回来的时候，她就打电话来说，牧师，我觉得跟你讲借给教会，我不好意思，我奉献给教会。所以我觉得说哈，我们只要预备好，我们好好去做上帝的工，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好，这些贷款，我觉得神都已经在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赶紧去把福音带给更多需要的人。所以上个礼拜牧师在传讯息，有没有讲到那2位新朋友？那2位新朋友都是自己来的一个是王惠美老师介绍他们的团体。可是这个茶行的老板，其实我们在旧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去那边。你跟他很熟，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我们跟他熟不好意思我们跟他熟，不见得我们有办法把他带来。但是他有固定在大方教会呀，是吗？没有。是啊。有啊。好。他是大方教会有啊。是哦。好。他跟那个恁爸爸在底下讲不熟的。没关系啊，但是因为这边比较近，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上帝是希望我们的教会没有人力资源。那上帝也透过很多很奇妙的机会，所以我就在问另外那个姐妹说你刚刚你是想对各位怎样这个消息嘞？她说没有，我那天就准备想说要来看看了，所以她就来了。好，没有，我不晓得，所以他在援助那个是另外那一位安尼好，有机会我们可以待会我们再来讨论这2位姐妹我们可以分配在哪一个小组来做关怀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是凡物公用的一个概念，在约翰福音，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门徒他们怎么在传递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那透过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初期的教会信徒所实行的并不是共产制度理由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到呢，第4章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4章，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一点第4章32到3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注意在那当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然后呢，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前面，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他们捐出来给教会，给这些使徒，是为了要照顾什么？需要的人啊。他们不是拿来给使徒用，就好像你们奉献不是给牧师用的啦，还了解吧？所以我们拿出来是要怎么样？奉献出来是要做什么？是要做上帝的工作的用途嘛？好，比如说我们要工作的人的用途嘛。我们做工的人就是使徒啦，咱当工中就当工啦，每一个当工都是使徒啦。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动机。好，知道房屋这个房屋公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帮助穷乏的信徒。第二个，它的实行面是不同的。每一个人他都拥有自己的财富还是拥有自己的财产有没有？卖不卖田地是不是自己？是不是自己啊？还是说我叫你去卖？也是自己吧？是吗？有没有？他要卖，敢是嘛是要得伊的同意，要不要？要嘛，对嘛？所以卖了。那现金敢是他自己做主，也是他自己做主啊，嘛是啊。所以看共产制度够讲，敢若没有，我会记共产的，敢若是直接给你收起的会土匪的迄政府的
哦，有些看土匪的方式哦，迄看这些意涵是无啥像哦，好，所以实行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其实这一段哈，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第5章4节里面，你们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其实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哈，教会的历史证明当中呢，这种方式呢，其实只有维持短暂的一些时间而已。因为呢，后来有战争，也有灾难，有饥荒了，好，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后来是变得很穷困了。好，他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教会来帮忙，好，其他的教会、外邦教会来帮忙。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11章，第11章27节到30节。这是巴拿巴后来去性情穷满去大树去找奢罗那我们从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次到格老丢是罗马的皇帝。年间果然有了，真的有大饥荒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出就是什么？因为饥荒，对不对？你说房屋公用，当时候就是那一群人都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还在房屋公用吗？拜托一群大人饥荒各有咧房屋公用的要挟所以呢，其实当时候他们也是遇到了这个战乱，然后也是遇到了这个饥荒。然后另外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15章。25到27号。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怎么样？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什么穷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凡物公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教导的概念，而只是当时候因为这3000个人他们所领受到这个福音，然后呢他们感动，彼此在分享彼此相爱，彼此分享擘饼所以在那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初期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再翻回来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一段一段来看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质叫做学习性的教会，从41节到42节。他们有没有留心在注意听使徒的教训？有没有？41到42有没有？有没有领受他的话的人？有没有？还有什么？42节遵守使徒的教训，有没有？所以咱做同工恁爱对恁所讲的话爱安怎？负责任。第二，恁爱常常伫祈祷中，为着恁家己所讲的话安怎，甲上帝求讨智慧。因为恁是使徒，你们都是使徒所以那个承认很重要有没有？我记得礼拜天的时候说，当下说不要吵了，我就小心，还好牧师赶快把你挡下来，对不对？没有，可能是当下有些时候，因为一些声音它会有一些搅扰。我觉得我们要彼此提醒，
我们同工都要彼此提醒，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信徒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命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有没有关系？你看嘛，这一些受洗的信徒，好，或者是没有受洗的人，他们都仔细的都在那边听使徒的教训，然后我们都是使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在看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神的话，我们怎么在教导我们的信徒，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初期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对吗？好，他们的信徒愿意怎么样？遵守使徒的教训呢？这是一种学习的心，很重要的学习的心的一个教会。好，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团契的教会，因为他们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起嘛，对不对？天天同心合意的祷告，对不对？42节、44节啦，46节有没有看到？42、44、46节，然后他们也是一个什么教会？从42节、47节可以看出什么？42跟47。同心合意干嘛？基督，基督，赞美上帝嘛，俄勒兄弟有基督嘛，我觉得祷告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初期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注意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教会都是最后一节，主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教会需要有的，教会需要有的。上帝若要将人加添予咱的教会爱安怎？爱常常祈祷。所以祈祷就爱足重要。青少年事工爱祈祷，子安爱祈祷，子安爱带青少年常常用祈祷，用祷告去经历神。陪伴他们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当下，子安你就要有反应，要有灵敏的能力，就要知道当下，甚至到最后的时候说：“猫咪郎，我来为你祷告。”祷告。当我们看到子安他很累的时候，这个慧燕姐，你是执事，你做妈妈，你也是妈妈，在家里你就要怎么样为你的孩子祷告。好，我告诉各位，只要我们有这种关系，连这种祷告的网络开始做起，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改变。我们的教会就会开始形塑一个真正祷告的教会。好，所以祷告的教会很重要。这才是上帝会加添人数的。它也是一个敬虔的教会。43节怎么样？众人都怎样？都惧怕。他们的惧怕是一种敬虔他们很敬畏神敬虔度日所以他们敬畏啦。迄敬畏是会惊的，惊讲我今日若无去礼拜我今日若无奉献上帝唔知影咧搞执法无？你感觉拄过安尼信徒？我感觉这种信徒伊的心真正是足甘心的。阮阿嬷细汉的时阵就是安尼。伊讲慧燕啊，你有咧奉献无啊？你茫无奉献呢？无奉献咧，上帝无欢喜呢。你讲啊流目屎呢。迄种的心情，你也感觉讲，我要好好看待，我有没有偷拿上帝的钱？真的啊，所以咱来去了解一个人，伊安怎咧敬畏上帝迄种心嘛，好，这是也是一个什么，蛮有上帝作为的教会嘛。所以那个使徒怎么样？43节怎么样？有没有行神迹奇事？有没有？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行神迹奇事？有没有可能？有啊，我们要去经历啊。承认你怕不怕？承认你不要怕，承认你是长子也是长孙你不能怕你要相信我们大家都要为你祷告为你在你的家里面，你要做一个榜样，你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要试着从你身上开始，求神给你智慧。我们每一个同工都一样，连牧师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都要成为一个什么蛮有上帝作为的教会。
甚至在我们身上是蛮有上帝作为的基督徒。好，什么是蛮有上帝作为？你觉得上帝会有什么作为？会愁眉苦脸吗？会不喜乐吗？会没有盼望吗？会担心害怕吗？应该不是吧？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常去经历这一些了哈。而且呢，初期的教会，他们还有一个是他们是分享的教会。我们从凡物公用啦，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这些概念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分享的教会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大桥教会也是一个分享的教会。好，从你们知道吗？那个腾群兄，我告诉你，腾群兄牧师最近打通电话跟他拜年的时候，他马上跟我做见证，他说牧师，我跟你讲哦，很恩典。他离开这边的时候，他去到大湾那一边，他突然间碰到他的初恋女友，因为他已经跟他太太已经是离异分开了。啊，就伫咱家，骑电动车，啊，咱无改买电动车的零件吼啊。其实他现在已经可以用拄拐杖了，他已经可以站立了。好，然后他遇到他的初恋女友，他初恋女友也是离异。所以他们两个又刚好在一起，他可以协助，因为他初恋女友在医院做看护，所以这个腾群他可以开车，所以他可以帮助他开车，然后他愿意给他这个初恋女友也给他这个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他就变成他觉得上帝很恩待他，所以牧师也就鼓励他说，那你一定要找就近的教会，那因为可能是他的这个朋友。工作的关系，他时间可能也比较不方便，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机会，他应该没有退出我们的关怀群组了。我觉得假如说我们还找得到的话，可以去跟他问候关心一下哈。好，所以呢，分享的教会很重要哈。第7个，它是一个崇拜的教会。好，他们在殿里面做什么？圣殿里面做什么？擘饼，对不对？牧师有讲到这个擘饼46节，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横切在店里啊，有没有？而且在家中怎么样擘饼？好，所以这个崇拜，他们是用敬拜的方式。这是厝邻哈，你到你厝邻在做家庭礼拜。好，其实我觉得牧师也在鼓励说，明年我们开始来做看看。好，过年新春礼拜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发一张那个家庭礼拜的程序单，然后家中的做爸爸的。做父亲的，对，除夕夜，对，我们就自己带着家人一起来做个感恩的，对，对，看一段圣经在，请说分享，在今年当中，好，你领受到上帝什么缺乏什么，好，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做个结束，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教导的了哈。那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慢慢从这些，可能家人他可能没有信仰，可是他透过你这样子带他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小牧者哦。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做家庭关怀很重要的方法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哈。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初期教会呢，他们也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哈。他们从46节有没有？46节怎么样？欢喜有没有？欢喜哦，欢喜的教会，而且诚实的心在用餐，一起分享。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人人喜爱的教会。47节说什么？得众民的喜爱。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成为众民的喜爱啊？真的呢，牧师住在这里不容易，你们知道吗？圣诞节我们的吊灯我们的吊灯那个 time 那个定时器它时间会变。我记得对面的那个两骨塞酱骨塞夫因太太有一天暗时12点外打电话来，甲牧师讲，歹势我甲恁讲，因为阮恁的迄闪光灯我的目睭会袂困醒，是安怎恁迄个开始咧死啊？后来我讲是咧，我唔知影因为我有请承恩做早之前，我因为有建议说请我们关掉，结果他因为时间他那个会延迟，他有延迟，结果延迟到最后就是刚好他在睡觉时间是超过12点还在亮，
哦，那时候牧师很不好意思。哎，真的哦，我告诉各位哦，没有信仰的人，他会因为一个小事哈、他会给你记掉掉。现在的观感，他们看到牧师好像不太在乎，不太热情了呢。哎，真的呢。所以你知道吗？教会要如何得众人的喜爱不容易，甚至包含我们在礼拜天我们在唱诗歌，其实牧师都在想，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因为其实礼拜天这个时候人家都在睡觉，好，触鼻 gay 表，所以牧师只要每次丢垃圾的时候，假如说子安哈，子安如果你在丢垃圾，你遇到隔壁这个老师，你一定要主动，哎，老师你好，好，主动问候，好。我都是主动问候，那老师他也习惯了，他也看到你好，很自然的。好，包含这个简先生也是一样，过年新春我也是传了我家人的那个全家福照，好像跟他祝福，他也是笑笑说新年快乐。所以其实我觉得教会要如何得众民的喜爱，真的不容易哦。但是我们接下来过完年，接下来教会的那个。采光照我们还要做采光照也各位冰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考验。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看看要怎么样这个做敦亲睦邻的工作了好 ，OK， 那我们今天好，注意呢，牧师还要再告诉各位最后一点，初期的教会他们是一个什么教会？他们是一个增长型的教会，从最后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个增长型的教会，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增长这个其实我们要做很大的检讨，我们要好好做认罪悔改。好，真的，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是哪里做得不够？其实我们要好好去做努力反省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这个短短的圣经节里面看到了很多初期教会的信徒，还有圣灵的工作，还有教会应该要有的形态。那与大家共同勉励分享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更深的明白初代的教会如何领受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学习在这弯曲的世代，我们要如何靠主得刚强，靠主得智慧，能够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通过我们今日的话语，也让我们再一摆得到智慧的心，恳求上帝你圣神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成做上帝你尽忠的奴仆。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要成做主你的奴仆服侍主，我们也意爱会当成做常常伫主你的疼的内底去分享主你的疼，让我们会当真实成做主你的好朋友。主，我伫你面前，搁一摆将阮在座的同工，将你的教会放伫主你的手中，求上帝你圣神亲自来引带带领阮，互阮做伙同心用祈祷、用学乐、用颂赞、用全心全灵的心，做伙来服侍主、服侍人，甚至来传扬主你宝贵的福音。主，阮伫你面头前，搁一摆将阮要倒转的路站交伫你的圣手。愿上帝你引带阮平安，赐予阮有健康，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们。